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咁啊埋邊有呢隻人人有福威龍啦，咁啊中間位置就君子協定啦，大外檔黃衫仔呢隻點解啊？中間有幸運日啦，咁啊同埋呢匹咧出邊黑衫咧就係精壯神進嚟噶，咁啊再喺中檔嘅位置淺藍衫咧就有聰明新報啊，後一搭嘅馬就係呢個明多多大將風馳啦，尾四內蘭啊，咁啊有呢隻咧就有緣好馬，尾三萬醒仔，尾二咧就獨具慧眼，暫時包尾咧就係嗰匹大熱門馬嘅英才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翻中間啦，前面帶頭係君子協定啊，跟住第二位係點解啊？兩隻馬都擺到喺前面噶啦，第三位嘅馬內蘭人人有福，外邊黑衫精壯神進，咁啊再見到中檔嘅位置仲有威龍，出邊位置呢就大將風馳，再跟住後邊啦，外邊呢就係呢隻明多多，守住內蘭就聰明新報，再中檔位置就係幸運日嗰啲馬，兜到嚟最後200米，點解喺中檔透出啊？咁啊外邊有精壯神進，內蘭嗰邊呢就君子協定啊，再後多少呢先有幸運日啦，人人有福嗰啲馬，兜到嚟最後100零米，點解喺中檔透出一個身位㗎啦？後邊嘅馬有人人有福、精壯神進、大外檔英才，依家上嚟啊，接近終點，點解已經係夜馬啦？第二名呢，英才同埋人人有福呢就相當接近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，好似都幾好跑咁話，促成咗呢隻點解君子協定係帶頭嘅，咁啊結果點解就賣到2搭，咁啊跟得好順啦。拋嚟夜馬嘅英才跑翻個第二，第三人人有福啊！咁啊，點解啊？飛到馬到啦嚇，贏馬！哇！呢英才好犀利，咁樣撲上嚟啊，入 Q 啊！第三個人人有福，第四個精壯神進啊！落得好犀利嘅，點解？好緊要啊！淨係得佢一條啲連贏位着晒燈嘅啫，但係呢終於係最熱嗰條 Q 啊！9搭14，我近期都好多時都係咁嘅。大熱 Q 好。似每日都有一啲咁嘅情況啊！